好，Hello，大家好，我係謝志文謝醫生，咁我係修復齒科專科醫生嚟嘅。醫生，我聽講有一種咧柯岸科嘅治療技術喎，好多來源都話替代缺牙器係一個好選擇嚟嘅喎，但我有好多壞牙同埋冇咗啲牙啊，咁所以我就想做呢個治療，但係點解會出咗問題㗎？柯岸科係咪一個騙局嚟㗎？嗱，首先咧，我哋理解你嘅失望同埋憤怒嘅。其實每個治療咧都有佢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咁等我哋簡單介紹一下柯岸科嘅技術嘅優點同埋缺點啦。咁其實柯岸科咧傳統上係用4支牙釘去支撐住整條牙橋嘅。佢嘅好處咧，其實大家都知啦，就可以用最少嘅牙釘去支撐住成個嘅假牙部分。咁所以相對上咧，佢嘅需要即係種牙嘅位置會少啲。另一樣嘢咧，其實如果睇翻咧，每一個牙釘中間嗰啲虛位咧，其實會少過我哋種好多支釘。大家會見到啦，如果有好多個牙釘嘅話咧，要清潔嘅空間咧係多好多嘅。譬如你見到呢度有1、2、3、4、5、6個牙罅要清潔，但係如果柯岸科嘅話，就係1、2、3，相對上清潔上會容易好多咯。咁另一樣嘢咧，其實大部分情況柯岸科係想盡量減少植骨嘅需要。所以如果我哋病人係有一啲唔係太理想嘅病歷啦，譬如糖尿病啦、食煙嘅病人，我哋如果將啲骨頭係執一執走，夠一個空間咧，理論上個康復嘅速度會快好多，同埋減少植骨嘅需要嘅。咁點解而家會失敗㗎？好，正如頭先所講啦，柯岸科係依賴4支牙釘去鞏固一個牙橋。如果其中一個牙釘有任何植體嘅炎症啦，或者螺絲嘅斷裂咧，咁成個牙橋就用唔到啦。另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佢係想避開植骨嘅需要，所以會將大量嘅牙骨移除。咁移除嘅時候，剩翻嘅牙骨就會相對少咗。假設日後有任何炎症嘅話咧，咁你想再做呢個柯岸科咧就更加困難啦。同埋另一樣嘢咧，好常見就係因為佢對嗰個種牙嘅醫生嘅技術或者修復科醫生嘅技術係要好高嘅要求，所以稍為臭少少操作不當咧，就會引致一啲神經線嘅風險，譬如麻痹啦。又或者正如你見到張圖所見到啦，就會有一個鼻竇嗰個跌落去鼻竇好高嘅地方，所以呢啲都係啲比較上會複雜同埋常見嘅失敗原因。另一樣嘢不能不提咧，就係如果患者係部分缺咗一啲牙齒咧，我哋好少會叫佢將一啲健康牙齒移除，因為如果將啲健康牙齒移除咧，佢嗰個傷害性會更加大，所以基本上就唔會好適合咧一啲係只係部分缺牙嘅例子嘅。我聽講呢個技術好出名嘅，同埋好常見嘅喎。咁如果柯岸科有冇啲咩局限性㗎？醫生同 patient 之間，我哋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咧？咁正如頭先所講啦，柯岸科要移除大量嘅牙骨，以致我哋可以擺到幾個種植體喺上面。所以其實喺移除牙骨上咧，你日後想再重新再做多次嗰個假牙咧係好困難，甚至有啲醫生會形容話，好似一生人只可以做一次柯岸科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啦，如果嗰個假牙咧做得唔係咁妥當咧，好多時候會出現好似頭先你哋見到嘅問題，就係譬如嗰啲螺絲會有斷裂嘅情況。所以見到有陣時啲螺絲會斷開啦。螺絲會鬆啦，所以呢個對嗰個修復上嘅一啲 fitting，即係嗰啲位置啊，好關鍵嘅。另一樣嘢咧，如果譬如我哋個咬合落得唔係好硬啦，譬如你嘅咬合係不當嘅時候咧，好常見就會見到啲假牙會係一啲裂啊崩嘅，無論係躺瓷會崩啦，膠牙會甩出嚟啦，都會常見嘅。同埋有陣時有啲病人咧就唔係好中意咧，如果佢上面係一啲類似叫做全瓷氧化號啦，下面又係氧化號，牙同牙撞嘅聲響會好嘈嘅，有啲病人就唔係好中意嗰啲落落聲嘅感覺。最後咧頭先都講咗啦，佢對假牙嘅製作部分啦，同埋手術嘅要求都比較高，稍為操作不當就會見到頭先嘅併發症，譬如傷到神經線啦，或者跌落鼻竇裏面嘅。咁點解柯岸科會咁受歡迎嘅咧？好，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基本上係想盡量減少植骨嘅需要，咁所以基本上可以減少咗我哋等啲骨頭生好嗰種植骨嘅時間。換句話說咧，整個嘅復康過程會快好多。同埋另一樣嘢咧，好多時候有一啲類似叫做宣傳嘅技巧，好多時候都會講啦，係當天植牙，當天可以食飯，即係基本上係想盡量一個 marketing 嘅效果，令到病人會知道有呢個技術可以快好多嘅康復。咁深究另一樣嘢咧，就係一個成本嘅考量啦。因為只係需要4支牙釘就可以做到一個全口嘅修復，所以對病人嚟講，基本上嗰個經濟上會係減輕咗好多。相對傳統嘅可能要6支或者8支牙釘咧，佢費用會少啲嘅。咁醫生啊，仲有冇其他嘅替代方案啊？係咪淨係可以揀到好貴、好複雜嘅治療咧？
咁當然病人咧有好多其他選擇嘅，咁其中一個常用嘅咧就好似傳統嘅活動牙托啦。譬如病人真係全口缺牙啦，其實可以用一啲叫做傳統嘅活動牙托去鑲翻冇咗嘅牙齒。咁呢個方法咧係已經係最傳統同埋最經濟嘅方式。另外咧，有陣時如果病人係想令到個假牙穩陣一啲咧，其實可以做一啲叫做種植體覆蓋式嘅假牙。所以你見到我哋會擺兩支種植體喺前面一啲關鍵嘅位置啦，然後透過一啲類似紐扣嘅東西咧去固定一個活動嘅牙托。咁相對最傳統嘅牙托咧，佢比較穩陣啦，同埋亦都可以同時間攞到嗰個固定嘅效果。甚或之啦，如果有啲適用嘅病例，譬如病人有啲牙腳可以用嚟做支撐，雖然佢係唔係太理想啦，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做根管治療去留住佢，同埋做一啲類似攝石嘅一啲attachment 啦，去支撐住整個牙托。咁當然首要條件就係嗰個牙腳要夠穩固啦，同埋佢係個咬合係理想先去做到嘅。咁最後啦，如果病人真係想穩陣啲，我哋可以再考慮咪就係做 All-on-4 啦，甚至係 All-on-6 或者 All-on-8。多幾支牙釘，將嗰個牙釘嘅力度係平均分配，同埋如果有咩特別嘅類似併發症啦，我哋係容易啲去善後嘅，就相對上個風險會低過 All-on-4 啲嘅病例啦。咁我整咗咁耐，有啲咩嘢係可以令到佢耐用啲㗎？有冇啲咩步驟啊，或者因素我要去考慮啊？咁一樣嘢不能不提咧，就係喺成個嗰個種牙嘅計劃要做得好充足。包括牙釘嘅定位啦、位置、分佈啦、長度啊、闊度，所有嘢都要衡量嘅。另一個問題咧，我就要看係上面嗰 part 啦，即係牙橋上啦，佢嘅一啲叫 fitting 啦，佢嘅類似牙齒嘅排列啦、咬合都要好充分嘅考量嘅。咁另一樣嘢要留意咧，就係牙周啦，因為我只係只靠4支牙釘去鞏固成個牙齒，只要其中一支牙釘係有任何炎症咧，咁整個牙橋就會係作廢啦。所以我哋就要留意翻嗰個假牙嘅清潔性，係咪可以做到一啲類似清潔嘅工具啦，會唔會方便到患者日常嘅護理嘅？另一樣嘢喺 planning 上啦，計劃上要睇一睇嗰個病人缺牙嘅原因。如果病人之前因為嚴重牙周病而缺失牙齒咧，咁我哋要喺控制風險啦，譬如牙周病上要落啲功夫，會唔會係佢嘅清潔有問題啦，或者食煙嘅習慣，定話因為係本身嘅糖尿病而引致呢個牙齒缺失，就喺呢個風險管理上控制好，然後先至做一啲復康嘅。咁最後咧就係有一樣嘢係不能不提咧，就係要病人要留意一啲日後嘅護理嘅，包括就可能要定期見牙醫啦，做啲檢查，睇一睇個牙釘嘅健康情況，同埋日常嘅清潔係咪做得足夠啦，同埋我哋都要睇一睇佢嘅咬合上有冇一啲類似磨牙啦，引致一啲牙齒會裂開啊、耗損係唔尋常嘅，就要作出一啲類似入咗嘅一啲風險嘅評估啦。咁醫生，我而家應該點算好啊？咁你唔使擔心嘅，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去幫你跟進嘅。咁可能可以揾翻你信任嘅醫生啦，跟住分析每個方案嘅好處啊、價錢啊、時間，一步一步去執整翻就可以啦。最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